有一个妇人穿紫色甲油底布的衣裳，逐日车发宴乐。阁有一个去食命拉萨路，变成心痛。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，爱将妇人倒骹所加留的来倒吧，到夜来钱伊心痛的位，送向人死，互天师扶伊到阿伯拉罕的刑前。妇人也死，煞埋葬。伫阴间痛苦的中间，行目远远看见阿伯拉罕过拉萨路伫伊的行前，就叫讲：我的祖阿伯拉罕啊，可怜我，找拉萨路黄砖头仔尾运水来量我的舌，因为我伫即火焰中真凄惨。若是阿伯拉罕讲：囝啊，着记得你在生享受你的福气。拉萨路受着艰苦，但伊伫遮得着安慰，也你受凄惨。毋但安尼，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免价值，直到要对遮过去，恁遐话话，对遐过来阮遮也话话。伊就讲，既然安尼，求主你找拉萨路去阮爸的厝，因为我有5个兄弟，互伊对因做干净，免得因也到即个痛苦的所在。阿伯拉罕讲，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因应讲，我会做阿伯拉罕啊，话啦，若有人对死人中去找因，因就要反悔。阿伯拉罕甲伊讲，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，就人对死人中国话，因也毋受可靠。请陈美玲牧师讲道，特别是恁甲阮之间的亲缘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耶稣非常会晓用譬喻来教示人。什么叫做譬喻？就是利用一个生活中间所发生的情景，也是故事，来表达想要传达的属灵的真理。亲像咱前有读到，耶稣互法利赛人请去食饭的场合。耶稣看见有人伫抢大位去坐，耶稣掠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教材，就马上设一个譬喻来教示因。然后耶稣就结论讲：既然自高的要互伊卑微，家己卑微的要高升伊。耶稣利用安尼来提醒遮个随时找芳伫攻击伊，但是较无实践律法精神的法利赛人。恁着爱照家己的本相来看清楚家己，爱知影恁甲拄仔互我医好迄个水肿的人是共款的。迄个人需要是身躯的医治，但是恁遮的法利赛人需要是心灵的医治。这就是耶稣当机立断、随机应变的教导。这已经非常无简单啊！但是耶稣搁较厉害的是，伫某一寡的场合。伊会当连续用几啊个相关的譬喻来讲出一个主题，亲像伫路加福音15章，耶稣伫一个互律法师甲法利赛人看做是罪人的厝里食饭，遮个律法师甲法利赛人就伫遐议论讲：哎哟，耶稣哪会当甲遮个罪人做伙咧？但是耶稣无责备伊，耶稣嘛无点破因的失错。耶稣连续用3个譬喻，第一个就是100只羊，但是走无去1只。毋过，即个牧者无因为伊阁有99只羊就满足，伊非常辛苦去将迄只失落的找转来。接续的是一个妇人有10箍银，但是1箍毋知影是落伫倒位，伊嘛无因为伊有9箍就满足，伊虽然将规间厝连拢给变过来。但是伊嘛是决意要找到伊的迄1箍。第3个就是浪子的譬喻，老爸对伫即个不孝放荡的细汉后生，竟然是无条件会接纳伊转来。所以对这3个譬喻，就会当看出，耶稣无强迫人马上来做一个选择。耶稣用譬喻留一个思考的空间。互听见的人会当来反省，会当来思考。所以譬喻绝对毋是一个囡仔伫要困进前的一个床边故事。
反正耶稣的譬如会伫人的内心会搅动，互人困袂入眠。另外，耶稣的譬如也毋是一个伦理道德的故事。咱若想要伫中间找到答案来解决咱的问题，可能会失望。亲像今仔日即段财主甲猎杀路的故事，耶稣毋是要凸显颂扬人，也毋是要压制有钱人，甚至伫即个譬如内面，嘛毋是为着要解答人死了后会去到倒位即种教义的问题。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视吗？我这个电视无影。安尼譬如是甚物？咱来用甚物款的态度来看待耶稣的譬如咧？咱会当将譬如当作是一物件，伊咧邀请咱、挑战咱来看见家己真实的面貌。咱就来看今仔日的这段经文。耶稣的故事一开始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比，有一个妇人穿紫色布甲幼底布的衣裳，逐日车花宴乐。紫色布是非常罕见的、非常尊贵的，幼底布穿起来嘛非常的舒适。车花宴乐的原文是不但只是山珍海味，并且是讲究排场。哇，咱看见这个人伊所过的是，会互所有的人所欣赏的上流人生。但是，伫这个财主的门口，较有一个乞食，名猎杀路。咱敢有发现其中的差别？财主无名，但是乞食较有名。伊的名猎杀路，意思是上帝帮赞。毋过，即个有上帝帮赞的名的猎杀路，遍身尸痛，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，爱将妇人倒骹所磕落的也来倒摆，狗也来治伊生痛的位。伊的名敢若无替伊带来真实的帮赞。人财主的身躯是紫色布、幼底布，逐日车花宴乐。但是，即个猎杀路咧，伊的身躯是啥？遍身尸痛，伊无法度自由耍动，需要人的帮赞，将伊每一工来搬伫即个财主的门骹口。即个猎杀路是伫门骹口等啥咧？伊伫等即个财主ฮ็出来的面包。当时的人的面包，有钱人的面包，毋是摕来食的，是因摕来切喙、切手，切了后ฮ็伫刀仔骹。所以猎杀路是用安尼伫过生活，并且嘛因为伊无法度振动，所以连狗仔嘛来欺负伊，来治伊的皮肤所流出来的血。咱伫遮看见一个贫富的对比，但是安尼描写也毋是伫讲财主是一个欺负送乡人的一个恶人。反正伊若无稳准一个乞食，逐日倒伫伊门骹口，我想即个乞食猎杀路也无法度安尼逐工倒伫伊门骹口。即个财主的问题伫倒位咧？即个财主的问题嘛，毋是伊的车花宴乐。安尼伊的问题伫倒位？就是伊的目睭内只有家己，伊无看见迄个伫伊门骹口食伊用来切手的面包的猎杀路。兄弟姊妹，咱受到资本主义的影响，咱认为财富是我个人努力的成果。我无必要爱去甲别人分享，但是上帝诫命毋是安尼。上帝讲，伫上主你的上帝所赏赐你的地，若伫你一个城门内，你的兄弟中有一个送乡人甲你伫地，就毋通对你送乡的兄弟硬你的心，揪你的手。这是上帝命令。上帝命令以色列人爱彼此照顾。伫因的中间，袂当有送乡的人。
所以上帝赏赐即个财主有丰富的产业，伊应该爱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。所以伫遮耶稣虽然无讲到真明，但是伊的听众拢知影，即个财主的错在伫伊违背上帝去帮助送向人的律法。我想耶稣伫遮所描写这两个人的境遇，已经掠掉听众的注意力。无想到耶稣接续，搁较加强伊譬如的力度。耶稣讲，送向人死，互天使赴伊去阿伯拉罕的行程，妇人也死，煞埋葬。哇！咱若听见一个乞食死，咱会感觉较自然，因为伊无物件食，佮破病，当然会死。但是无想到，即个有钱人也死啊！伊食好穿好，应该袂遐尼早死吧？伫遮，互咱看见一个事实，就是无论在生的时是甚物款的阶层，无一个人会当逃避死亡这条路。毋过有钱人甲乞食猎杀路死了后的境遇，竟然完全颠倒反。猎杀路死了后，互天使赴伊去阿伯拉罕的行程，意思就是阿伯拉罕将猎杀路接伊到甲这列祖来做伙。为什么猎杀路会当有遐尼大的福气？耶稣无讲原因，但是照咱了后所读29节，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叹，咱会当对即节来推论。猎杀路在世时，伊无互送香来拍倒，伊信靠并且尊叹上帝的话，所以死了后，互天使接伊去。但是咱看财主咧，伊死了后，不过是人将伊埋葬。兄弟姊妹，耶稣用对比的两句话来做比喻的一个开始。伊敢若想要讲一个故事那尔？毋是，这个比喻毋是伫讲富人甲送香人的故事，搁较毋是伫讲有钱人会落地狱，无钱的人无要紧，毋通因为在世的生活条件伫物质，因为死了后一定会上天堂的童话。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做咱的一面镜，希望咱会当重新来审查，到底我的人生是要用地上的眼光来活，也是要用永活的角度来活？为什么咱需要知咱家己是倒一种的角度？因为你、我、咱每一个人拢会死，但是咱的目睭敢若看见地面的物质？财主甲猎杀路因两个人会行往无共款的方向，甲因伫世间过了丰盛，也是过了送香，完全无关系。主要在伫因对世界的态度。财主专心聚焦伫即个世界，较无看见伫伊目睭前迄个需要帮助的猎杀路，结果带来是空虚甲痛苦。但是猎杀路咧，虽然世界无法度互伊通倚靠，但是伊倚靠上帝，伊所信的上帝嘛赏赐互伊安息甲尊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进入即个譬如的大身，咱先徛伫即面镜的进前，非常清楚来检验咱家己。我的眼光是放伫地面，也是放伫永活。也透过财主甲猎杀路无共款的境遇，来看见咱家己的未来。咱的未来甲我有钱财、我有关系、学问、地位，拢无关系。咱的未来在伫咱是要安怎用咱有的来见调上帝，来服侍别人。因为安尼的人，上帝会记调伊的名。耶稣的故事进入第2幕。即个财主伫阴间、伫痛苦中间，仰目远远看见即个阿伯拉罕，佮猎杀路伫伊的行程。伫遮讲到阴间，但是嘛因为咱本土的宗教有讲到阴间，所以伫遮大声爱做一个澄清。圣经内面的阴间，也是咱每一个礼拜咱所个别的使徒圣经内面讲到耶稣死落阴府，即个阴府，拢
甲台湾人所理解的刀山、油鼎、挂喙子完全无关系，完全无共款的概念。圣经的阴间是一个人死了后，灵魂暂时留伫遐，听候末日的审判的一个所在。阴间分做两个部分，一个是收留义人灵魂的乐园，也就是今仔日经文所讲的亚伯拉罕的行程；另外一个是收留罪人的灵魂的所在，嘛是财主去的迄个所在。因会伫遐暂时受痛苦，但是到伫上帝审判的日，这两个所在的人拢会搁活接受审判。落尾嘛因为审判的结果，有人去到上帝遐，有人会去到地狱。其实圣经真有限的描写，也是靠咱人真有限的智慧，咱永远无法度来对即个咱看袂见的世界，会当有完全的理解。咱敢若会当透过一寡神学家、圣经学者，根据圣经内面甲当时的思想来做淡薄的认捌。但是会当确定的是，伫阴间内面这两个所在的人，是会当看会到彼此的，因的身躯是有感觉的。所以财主才看会到列撒罗伫遐有水通啉，但是伊这边咧只有真炎热的火伫遐烧。所以财主伫遐话讲：阿伯拉罕啊，请你派列撒罗摕一寡水来温我的喙吧。因为我伤过凄惨啊，伤过喙焦。但是阿伯拉罕安怎回答伊？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的，至到要对遮过去恁遐袂话，对遐过来阮遮也袂话。对遮看起来，人死了后，毋是一了百了，人的灵魂不但袂消失。并且嘛会有感觉，哇！看到安尼，咱会感觉咱足绝望的嘛。因为根据咱家己的行为，咱应该是甲财主徛伫公平的人吧。但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国活产生阴间真大的变化。伫2000年前，耶稣房顶是一个死埋葬到阴府。耶稣是神，为什么伊需要去到阴府咧？除了证明伊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伊捌经历死亡。耶稣去到阴府，嘛是在宣告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已经完成。因为信靠伊的人，毋免阁去到阴间。毋免受到死亡关系的捆绑，所以对咱新约时代开始，一个相信并且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死了后，毋免阁去到阴府伫遐来听候，咱的灵魂会去到天堂，马上互接到天顶，就是有主同在的迄个所在。因为耶稣已经将天堂、已经将阴间的乐园带到迄个有伊同在的所在。安尼原本的阴间咧，原本的阴间就敢若剩地狱。什么款的灵魂会伫遐？就是要未得救的灵魂，就亲像伫比如内面即个财主，伊伫遐受永远的痛苦。兄弟姊妹，阿伯拉罕甲财主的对话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徛伫即物件的头前，你敢有清楚看见家己灵魂真实的面貌？咱对永活敢有期待？你若真正期待，你敢想着讲你要安怎准备家己来承接即个永活咧？另外，咱对咱所疼的人的灵魂敢有负担？有人甲我讲，无要紧，伊是一个好人，虽然伊无信耶稣，但是相信上帝会接伊去。这敢正确？这是一种自我安慰。
咱无袂记得耶稣所讲的话。耶稣讲啥？我就是路，是真理，是活命。若无对我，无人会当就近爸。若无对我，非常的绝对，无其他的方式，无其他的管道，只有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当然，毋愿意接受的人会感觉基督教呾遐尔决断，遐尔违规。但是，当一个人愿意接受信仰，就要全盘接受即个信仰，甲咱讲的事，袂当干那去经迄个咱爱听的话去听尔。所以，面对咱四周围有遐尼多还未接受耶稣救恩的亲人朋友，面对伫未来架伫咱中央的迄个亲恩，咱敢愿意付出心力，搁较侪祈祷？为着因的灵魂的得救来努力咧，这亲人朋友是咱上挂心的，嘛是咱上了解的人，所以咱一定知影什么款的方式是因上适合的方式。亲像坐伫咱中间顶一厝领洗礼的求婚者，就是伊的妹妹秀珍，为着要带姐姐来教会，每礼拜拢去带伊来到教会，然后搁带伊转去。无嫌麻烦，为着望姐姐会当早一日来归入耶稣基督的名。求婚者嘛非常高追，伊甲阮讲，伊要将伊领洗礼的迄个证书摕去市场，互伊遐个朋友看，甲因分享，嘛要叫因来紧去教会来聚会。所以这就是一个得到福音的人，伊迄种的欢喜，甲愿意分享的心。另外，咱的陪审酋长老，伊伫10年前嘛推动一个手抄圣经金句来送互人的安尼的行动，所以伊分享有侪同事对伊遐对上帝的话来得到帮赞，这嘛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。所以后礼拜主日，我嘛邀请陪长老讲道，请伊来分享伊的经历，嘛请咱拭目以待。这耶稣的譬如来到上结尾的所在，虽然这个财主伫遐拜托阿伯拉罕车派猎杀路运水，互伊毋免喙焦来受到拒绝，因为这个所在太过痛苦啊！所以太过痛苦的时，伊嘛想到伊要活在世间的这5个兄弟，所以这个财主搁甲阿伯拉罕求，既然安尼。求助你找叶撒路去阮爸的厝，因为我有5个兄弟，互伊对因做干净，免得因也到这个痛苦的所在。这是一个人对阴间痛苦的所在发出的一个呼吁，遐尔迫切、遐尔真实的一个祈求。伊的痛苦，伊伫痛苦后悔时，望讲家己的亲人。会当伫要活地时，会当接受救恩，可惜伊伤慢啊。毋过咱嘛发现，第一次伊开始关心别人，毋过即个关心袂赴啊，因为伊伫阴间，伊即时的后悔已经太过暗啊。毋过咱嘛看见，阴间毋是即个有钱有势的财主已经会当做主啊。可能伊在世时，伊要车牌相就会当车牌相，但是伫阴间咧，伊无法度啊。所以伫遮阿伯拉罕指出一个真相，无法度啊，袂赴啊。你的兄弟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因。阿伯拉罕的回答非常的清楚，就是你的遮兄弟不在伫因知影偌济代志，在伫因敢愿意去听。因敢愿意去顺探上帝的话，但是咱看见财主无因为阿伯拉罕的话就放弃，伊继续伫遐求。伊讲：我会做阿伯拉罕啊，袂啦！若有人对死人中佫活去找因，因就会反悔。财主仰望的是一个新约，因仰望讲，若有人对死佫活去警告伊的兄弟，伊的兄弟一定会悔改。真侪人嘛是安尼想，若互我看见新约，我就一定信。但是敢真正安尼？
耶稣甲一群要求伊行新约的法利赛人的对话中间，耶稣伫遐真感叹伫遐讲：即世代啥事求新约？我实在甲恁讲，决断无要用新约互即世代。耶稣已经行过真济新约，若会信，早就信啊。但是问伊遮的话，遮法利赛人咧，因别有用心。因敢若想要证明耶稣毋是对上帝来的，共款，在座的兄弟若毋信，一个人死，搁活去向因显明，可能嘛会互因好出来。所以亚伯拉罕回答：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，就有人对死人中搁活，因也毋受可劝。虽然这个譬喻是亚伯拉罕在讲话，但是实际上是耶稣在讲这个譬喻。耶稣这句话是伫讲伊家己，因为世间只有伊对死搁活。虽然安尼，也有真侪人毋愿意相信。咱看见这个财主，竟然几啊摆为着家己的兄弟的得救，伫遐求亚伯拉罕。这显出伊对伊家族的疼，但是伊的疼毋着时机，也疼毋着方向，因为悔改的机会是现在，毋是对惊天动地的神者才开始。所以，当咱徛伫耶稣比喻的即物件的头前，咱敢有看见时间已经无多啊？因为世界渐渐行往败坏，这嘛是在讲主耶稣得要来啊。当耶稣第二届来，无过是施行救恩，伊来是要审判，要结束这个痛苦甲罪恶的世界，互上帝国完全实现。圣经嘛一再提醒信徒，伫面对这个末世时，着爱警醒，着爱迫切认罪悔改。毋若家己认罪悔改，嘛需要互咱四周围所疼的亲人来认罪悔改，来接受救恩。咱袂当讲等以后才讲，咱袂当讲我以后才来改变，因为无一个人知影以后会是甚物时。但是，既然咱有旧约先知摩西的话，咱嘛有新约耶稣基督显明的救恩。咱就爱把握时机，每一工，互上帝话伫咱的内面做工，互咱有气力，随时准备好势，听候耶稣过来。今仔日这段经文，互咱看见，这个财主的一生会当讲是地上成功的模范，但是伊的结局嘛显明一个真理：咱若带袂到永外的，拢是亏损。伊无法度带走伊迄个知识尊贵的衫，伊无法度带走伊的宴舍、伊的财富，甚至伊连伊的命嘛无法度带走。但是孽撒罗咧，伊什么拢无，毋过较带着一个互上帝认捌的一个身份，伫遐也享受永远的安息。望今仔日的即物件，除了反映咱家己的问题，嘛会当调整咱的眼光。互咱毋是聚焦伫今世的享受、成功、失败，是咱爱去看耶稣基督所应允的永远。嘛，互咱毋是干那追求无名的宴乐享受，是咱爱去追求互上帝记牢的名。愿咱毋是即个无名的财主，是真做有上帝帮助的孽撒罗，活伫永远的愿望的中间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赏赐互阮有比如的即物件，互阮徛伫行的进前来反省、看清楚家己。主啊，阮将阮的眼光是放伫世界，也放伫你。主啊，阮的愿望是在伫你，也是在伫遮个世间的物质。主啊，阮将阮所有的是摕来帮助人，也是家己享受。主啊，阮是将家己看做上重要的，也是阮要降服伫你的旨意、你的话下面。主恳求你帮助阮，
透过列撒罗甲财主的即个故事，互阮搁一摆来思考阮家己人生的选择。阮要选择什么款的人生，也会决定阮要安怎有什么款的未来。主恳求你，互阮会当掠着机会，因为阮毋若家己得救，阮四周围的亲人朋友，也有真侪人还袂得救。恳求你也帮助阮，互阮会当看见救恩的好消息伫阮生命中间所做改变。阮也毋望安尼好消息也会当伫因的中间伫做改变。恳求主会当来激励阮，互阮成做传福音的勇士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